就喺跑步馬前，我走入一間從來未去過嘅印度髮型屋，點知剪到一半，髮型師突然之間叫我企起身，我心諗吓，原來剪頭髮要企喺度嘅咩？嗰晚我突然之間好想剪頭髮，見到好多鋪頭都閂晒，見到呢間幾高評價又環境又幾好，就衝咗入去試下啦。可能你心入面會有個疑惑，吓，你唔驚剪衰咗個頭咩？但老實講啦，我當時真係冇諗咁多噶，我淨係覺得佢仲未閂門，最衰都係個髮型唔啱自己，要戴帽或者紮辮啫。點知剪到後面個髮型師突然之間叫我企起身。仲好認真咁叫我企直啲，原來佢係想睇清楚後面條線齊唔齊。第一次去印度髮型屋，第一次企喺度剪頭髮，仲要係跑步馬前一晚，成件事真係離奇到我自己都忍唔住笑啊！但最後剪出嚟竟然有幾好睇。後來諗翻，可能我成日見到一啲奇怪又有趣嘅嘢，唔係因為我特別勇敢啊，其實係有時我都未開始自己嚇自己，個人已經行咗入去。當然唔係叫大家都亂試啦，但係有時一件事最壞嘅結果，其實又冇自己想象中咁嚴重，而你錯過咗嗰一刻之後，又未必真係會再特登去做。所以我呢次得到嘅唔單止係一個新髮型，仲發現原來有時少諗兩步，生活真係會有多啲意想不到嘅驚喜。下次如果你有一樣嘢又諗咗好耐嘅話，不如諗下我企喺度剪頭髮個畫面啦，或者可以叫我一齊去做，話唔定會令到成件事變咗更好嘅經歷。